开诗歌本啊，我们来复习一下顺道唱诗歌，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圣经目录啊。好，请大家翻开这个第一首的左边，有两首圣经目录歌，对不对？好，我们为了要增强大家的记忆了啊，我们先唱这个完整版的，再来唱这个简写版的啊。我们先来唱这个圣经目录歌的这个下面这一首《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这个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圣经目录歌啊，一起唱对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录的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约拿米迦、拿红、哈巴谷、西番雅、哈该书、撒迦利亚、玛拿基书。好，这个是旧约的啊。好，新约的圣经目录一起来看啊，对不对？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犹大启示录。好，这个就是完整的圣经目录歌，总共有66卷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上课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知道你，更多晓得你的丰富跟美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些复习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圣经的目录的介绍。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讲的东西。好，所以圣经有分成旧约跟新约，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好，那旧约里面有哪些的分类？请跟着看你自己的圣经的目录，打开圣经的目录啊。好，圣经目录请打开来，前面有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叫做律法书。好，所以律法书，他们希伯来人或是以色列人叫做什么？叫妥拉啊，妥拉就是我们看到的律法书。好，所以如果你在书里面看到一些书里面，它有写这个叫妥拉的意思就是这5本书。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叫律法书。好，历史书从哪一卷开始？从从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就是开始这个建国的开始了啊。好，所以约书亚、士师、路德、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历代上下、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个叫历史书。大家可以吗？讲历史的啊，就是到大约在波斯帝国的中期的时候，这个叫历史书。好，另外有5卷书，这个叫诗歌智慧书，谈论有关诗篇、有关歌曲，或是有关诗歌，或是有关人生智慧的，这个叫做
诗歌智慧书。好，所以有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个叫诗歌智慧书。好，大先知它是因为篇幅比较长，然后范围比较广，然后内容比较多，所以它叫做大先知。大先知有5本书，但是只有4个大先知哈。5本书叫做什么？以赛亚、耶利米、耶哀歌、以西结、但以理。好，这个叫大先知哈。好，小先知很多了啊，小先知一样，请看你的圣经目录上，小先知有很多了。好，小先知从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好，这个叫做小先知书。好，小先知书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然后内容比较少，然后它的专注比较多一些，比较单独，不是很广的，不是列国的，所以大先知是比较多个国家的一个预言。小先知通常都是指单一的啊，比如说对犹大，或是对以色列，或是对于那个叫做以东这个国家的一些的内容啊，这些大概就是像小先知的内容，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地方。好，旧约里面唯一的一章的，只有一章的书卷，就是厄巴底亚书啊，厄巴底亚书。好，这样就可以旧约的目录大概可以了解啊。好，新约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目录，请大家看一下新约的目录，一样，新约的全书里面有这些啊。好，四福音。福音书叫做四福音，好，四福音有4卷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个叫做福音书啊。所以有什么福音什么福音，这个叫福音书。好，历史书只有1卷，现在还在写的历史，这个叫做使徒行传啊，历史书讲教会历史的。好，所以我们荣光堂现在也在写教会历史的一个部分，这个叫做历史书啊。好。保罗，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多产的一个作者，叫做保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啊。扫罗是以前是一个法利赛人，后来信耶稣了。然后他用他的智慧聪明，把上帝的道用一些的文字做一些的记录，这个叫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有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针对教会解决教会问题的，好，比如说像。这个好，请看一下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这个叫做教会书信，写给教会的啊。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如果各位像现在我们碰到农历7月的时候，也会有人会问说，那到底拜拜的东西该不该吃啊？或者是碰到啊，比如说这个吃血啊，是不是可以的？然后有关婚姻的问题。这些初代教会也一样会碰到，那这些问题都在哪边出现？都在教会书信里面会出现，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们现在才碰到呢，其实不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些的问题在做讨论了。所以保罗他有他的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启示跟观点，啊，所以说在保罗书信里面，好，监狱书信。哪些是监狱书信？在监狱里面写的，保罗被关起来，但是他把教会，或者是把这个教会怎么样是产生，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文化跟态度应该是什么，就写在这个监狱书信里面。包括里面常常会提到要喜乐啊，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要喜乐，这些都是。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监狱书信里面叫做以弗所、腓立比跟哥罗西，好，这个叫做。监狱书信，啊，那其中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内容很相近，比如说包括它里面会写到这个要做父母亲的应该要怎么做啊，然后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些，然后要这个对于圣灵的一些的运作，这些都在监狱书信里面。所以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是关起来不自由的，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很自由的。他告诉那个时候的这几个教会说。有关于圣灵的工作，有关于怎么样在主里面喜乐，反而都是在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啊。好，教牧书信写给牧师们，写给这些传道人，
教他怎么做牧师的，这个叫做教牧书信。所以写给个人的叫做教牧书信。好，请看一下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这些都是叫做教牧书信。好，其中包括有哪些？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设立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你要怎么去牧养教会，要什么年龄层要讲些什么话，里面都有教你怎么做。所以这个叫做牧师们的指导手册啊。所以教牧书信。好，再来就是一般书信，一般书信也叫做普通书信，不是很一般般的，它是给所有的人都可以读的，所以这个叫做一般书信啊。一般书信有哪些？我们看希伯来书、雅各、彼得前后、约翰1、2、3，还有犹大书啊，这个都叫做一般书信。好，如果各位有看到的话，这几个其实都是使徒啊，除了雅各书这个是耶稣的弟弟，叫做雅各的这个人写的。希伯来书有点争议，希伯来书有点争议，有可能是有人认为说是亚波罗写的，或者是巴拿巴写的，但是不知道，但是知道说这个人应该是对于希伯来文化是比较熟悉的。好，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就是启示书了啊，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叫做启示录啊。所以总共加起来，旧约有39，新约27。所以总共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圣经的正典，这个叫做66卷的书信，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对，帮大家做一点复习啊。好，那另外给大家补充的资料就是，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希伯来文的圣经，好。那上面有很多像蝌蚪的东西，这个是希伯来文啊。上面有很多这个看起来像蝌蚪的东西，这个叫做希伯来圣经啊。好，所以旧约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有少数是亚兰文。但是不要觉得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有什么差，其实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现代的用语跟比较古代的用语一样的意思。这个给大家先做一下参考，这个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好，那新约比较多都是用这个叫做希腊文写成的圣经啊，所以只要这个有关希腊文写的东西，都是叫做新约的内容。好，那为什么？因为在新约时代，这个比较像是他们当时的通用语，或是比较像他们当时的官方通用语言，所以他们用这个希腊文来写这个新约的圣经啊，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新约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样式啊。好，上次我们也提过有关于叫做，我们跟天主教的圣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天主教的思高本圣经。啊，那思高本是一个译本，就是一个翻译书，一个圣经的翻译书啊。好，那里面的内容大致上跟我们用的圣经差不多，但是有一些翻译词比较不一样啊。比如说像这个摩西，他翻译的叫做梅瑟五书，就是摩西五经啊，梅瑟。好，那创世纪一样都是翻创世纪。那像出埃及，它就叫出谷记，好像出去那个山谷的意思啊。好，这个应该这个区哥应该知道这个它有天主教的背景啊。好，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多出来的，比如说像它这里面有叫做多比亚传，这些都是叫做次经。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次经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是天主教的思高本圣经。好，另外有一本这个也是天主教的圣经，这个又翻的比较口语化了，这个叫做牧灵圣经，上面也有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叫做现代中文译本，这个是天主教的圣经的他们的现代中文的译本啊。那这个是他们的思高本，是比较早期的这个翻译啊。他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是他们的第一页
好，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第一页有一个叫做圣麻布，可能大家有看过或是听过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块麻布上面有一个耶稣圣像的这个，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一块布就是包着耶稣的那一块细麻布。然后为什么上面会有这个一个人影人像会呈现会出现？因为他们认为说那块布就是包着耶稣的，所以耶稣的形体当它发光的时候，这个就印在那个好像影印机一样印在那个麻布上面，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的神迹。当然现在这个还是有一些争议，这个叫都灵细麻布好，然后现在的翻译里面有这个叫做次经全书。那什么叫次经全书？就是把没有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基督教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放在所谓的次经里面。好，这个就是次经的目录我念给大家听。比如说像马加比一书、二书，马加比是在那个叫做马拉基书的后面的那个时代里面，以色列王朝他们有过一个短暂的独立的时间，那个王朝时间叫做马加比王朝那个时间他们把那个时代的一些的内容也放在里面比如说还有叫做多比传、犹低书或是所罗门智慧书，就是比那个叫做箴言还要再多一些，就是号称是所罗门写的，还有帮这个耶利米写书的这个书记，这个叫巴录的这个人，他有写一些书然后还有这个以斯帖的补篇，比如说那个以斯帖记，那个皇后，她还有补篇那还有叫做比勒与大龙，就是我上次讲说那个但以理屠龙记，但以理这个人他还跟那个巨龙有厮杀过的经验。那为什么这个没有被收录在圣经里面？因为这个太神话了，就是当时的人他们记录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太过神话性，第二个就是不一定确定就是那个人写的但是他有没有参考价值？有，他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个没有收录在他们的正典里面，但是他们会收录在他们的所谓的次经，就是比圣经还要再低阶，就是再次要一点，或者是叫做有可能是当时的人去撰录的一些的内容，为了要让人对信仰更熟悉的内容，这个叫次经所以这个次经可以稍微可以看一下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但是呢，要跟各位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圣经，基督教版用的圣经就是这个新约跟旧约，然后旧约39，新约27，总共是66卷书。好，这66卷书叫做正典。好，那什么叫正典？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本上面有定义如果有人问说你们基督教的圣经什么叫正典？请看一下书本的第16页的地方。好，课本第16页的地方，旧约导论的地方有没有？好，旧约正典的形成。好，请看一下正典。正典一词指的是真理的准则与模范，就是表示它叫做范本它是范本。然后是由神直接启示或间接漠视圣经作者所写成的。好，所以它为什么可以成为正典？就是这个被认可跟认定，它是由上帝直接启示，或者是圣经作者接受到漠视所写成的圣经，它叫做真理的准则跟模范，所以它是一个范本它是一个范本。好，所以如果有人问说正典是什么东西？正典它就是一个标准版，它就是范本，就圣经的范本，内容就是里面谈到有关上帝的启示，或者是他被上帝所漠视所写出来的，所以正典叫做卡弄。卡弄就是正典好，各位知道有一首歌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它也是很标准的，那个
音符不多，但是它就是很稳的，就是很稳的那个调子啊，这叫卡。好，请大家看一下，所以正点他说什么？正点实际上就是神的话，是神向人所启示的真理的汇集啊，所以这个上面有解释了，所以它是有神的权威跟能力的，也就是被历世历代的信徒所认定跟认可，这个是有关于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内容。好，所以各位请看一下，在倒数第3行，他说：一般而言，旧约正典的作者大多具有神先知的身份，所以大部分在写这个旧约正典的，通常都是被称为叫做神人。或者是叫做先知。好，那在撒母耳以前，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先见。先见跟先知是一样的意思，或者叫做神人。比如说摩西就称为神人，那神的意思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很好、很密切的，所以他把上帝的话给写下来了。好，那其他的部分，请大家自行来看啊。好，那但是16页的最后一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叫做以斯拉，有没有？他说犹太的遗传里面，主前400年左右，文士以斯拉受犹太人组织的大公会的授权，然后把这些都收录下来。好，所以跟各位讲一个叫做经典的做法，就是假设不确定这个书是不是叫做某某人写的，通常我们都会用叫做以斯拉编。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什么叫做以斯拉编？好，我们在中国的古代典籍有所谓的4书5经，对不对？有4书5经。好，那这个5经叫做有一本叫做《尚书》，有没有？《尚书》《春秋》，还有一些就是古代的典籍。通常这些人他们都会编一个名字叫做孔子编，也就是孔子去收录或者是孔子去收集的。好，所以意思就是以斯拉就有点像这个角色一样，就是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把旧约的圣经做一个总结或者是编纂。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作者的，比如说像列王记、历代志，这些都没有正式的作者，通常我们都会说这个叫做以斯拉编的，就是以斯拉把当时的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把它编成这个叫做这个书的内容，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没有作者的时候，找不到作者。比如说，我们很知道这个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写的，但是不知道作者的，通常我们都会用叫做以斯拉编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因为作者不知道是谁，但是通常有一位编辑者，就是这个以斯拉。好，到这边可以吗？好，17页，请大家看一下旧约。旧约的简介，他说大约有30余位作者，经历过1000多年，也就是大约在主前1800年到主前400年左右。那为什么叫400年？就是因为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马拉基到新约总共有400年的时间。400年，圣经里面没有记录任何的话，所以一般这个圣经学者都会说这个叫做沉默的400年。400年，上帝不说话，就
就是没有被公认成有先知的角色去漠视上帝的话，这些都没有。所以从这个马拉基之后就没有话了。好，到什么时候才突然间又出现了？就是到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之后又重新再出现了。好，那请各位看一下17页的第3大段旧约简介的第3段啊。旧约跟新约，他说真理完全一致，没有矛盾，因为新约所有的真理都源于旧约。好，所以新约的判准能够成为新约，它不是叫做自己胡诌的，它很多东西都是从旧约传承过来的。好，所以摩西比如说像旧约本身，它旧约本身的内容又从摩西五经发展出来，所以真正旧约圣经里面最经典版、应该说是最精华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里叫做律法书啊。好，所以每一个旧约的部分，包括先知，包括圣卷，都从律法书去推演出来的。所以比如说像诗篇也常常会提到，我甚喜爱你的律法。我甚喜爱你的命令啊，所以类似像这些都是在表示说，这个作者或是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渴慕或是喜欢上帝的这个叫律法。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从开始认字，3岁开始认字啊，到老死的时候，每一天都还在读摩西律法。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读？他们认为摩西律法每一天读到都是新的，每一天读到上帝的话都是新的，好像新鲜送上来的报纸一样。啊，所以很多人说圣经才这个66卷，搞不好一下就看完了。你会发现每一次看圣经都是新的，每一次的圣经内容都是新的。你从一个段落、一个篇，或者是一段话语，或是一个句子，或甚至是一个字，都可以看出很多的内容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从小到大都可以接受、可以看，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接受跟接纳的东西。啊，当然，小朋友他们看的是故事，或者是叫做热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圣经故事，但是大人们看的东西又跟小朋友看的东西又会不一样，啊，所以圣经很多人用不同的角度跟眼光去看它，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跟内容啊。好，到这边可以吗？好，所以记得Torah是这个。牧师，请问一下哈，就是刚刚传阅的有好多本的这一些的不同的，不管是天主教或是其他的这些的版本啊。它会不会因为这一些收录的东西不一样，对信仰的诠释各方面会有产生差别？有，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像天主教其实比较不是很注意那个叫做经文的内容的去探索或研讨，他们其实比较有点像我们的传统信仰，啊，比较多是要说诵经嘛，他们有所谓的，比如说要读很多的。那个玫瑰经啊，或者什么天主经，或者什么，虽然很多是从圣经里面去抽出来的，但是他们比较重叫做仪式。好，所谓的仪式是什么？各位在圣殿里面献祭，这个叫做仪式，听得懂意思吗？献祭是一个仪式嘛，好，所以通常我们会说仪式是什么？仪式是叫做看得见的，圣道。好，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圣道？比如说像我们在每个月的第1周，我们有圣餐礼拜，对不对？圣餐礼拜的时候，那个仪式，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念经文，然后
发饼跟杯，然后会告诉大家饼跟杯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大家就要站立起来领这个饼跟杯，那个叫做仪式。好，仪式叫做什么？看得见的圣道。好，比如说像旧约时代要杀牛杀羊献祭，那献祭它就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仪式跟样式。那看得见有什么好处？就是从看得见的地方去实体上的感受。比如说要杀那只牛跟羊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那个惨叫声音，或者是听到那个杀的时候的那个嘈杂的声音。好，那个代表什么？这一只羊它被杀的时候，可能嘴巴要抓着，然后从它的咽喉砍下去，流出血来，还要把血接着，然后血接着之后，他们就要把它点在那个叫做这个祭坛啊，或者是撒在一些地方，表示洁净的意思。那用这个来代表什么？比如说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会说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他们为什么要用羊来做献祭？表示因为羊的牺牲或是牛的牺牲，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了。因为有人代替了，本来应该被杀的是我这个人，但是牛或是羊代替我被杀了，然后把这个牛跟羊就放在祭坛上烧掉，献祭，表示献给上帝的。啊，所以仪式叫做看得见的圣道。好，那看不见的圣道就像我们现在在讲道，有没有用听的？但是你看不见那个画面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如果用仪式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好，所以为什么不能够偏废哪一个地方？如果偏废哪一个地方，各位你看像旧约里面，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献到一个程度，就变成什么？上帝是不是喜欢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啊，比如说像这个弥迦书里面常常提到的，上帝要的是不是要很多的献祭啊？要很多杀牛杀羊啊，这样才可以，上帝才会喜欢啊。但是弥迦书6章8节他说什么？上帝所要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比较看不见。但是杀牛杀羊这个看得见，好，但是很多人把它变成看得见之后，就太频繁了，变成已经麻痹了。上帝都是要这个奉献，上帝都是要我给很多东西，但是忘记在献祭之前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变成在教会里面。人家讲叫做行礼如仪，变成什么？做礼拜啊，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每个礼拜都坐在那边听圣经，然后讲道、唱诗歌，固定习惯了之后，就变成什么？仪式化。来教会不过就是这一回事嘛。所以为什么新约以后圣道很重要？上帝的道提醒你的心，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那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献牛羊，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帮我们献了，好，所以不必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你需要的是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去行。所以看不见的圣道，如何用看得见的去描述它？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做圣餐礼拜，那个都叫做看得见的圣道，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我来到教会里面，来到圣殿里面与神亲近，就是要领受上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宝血，就是要把神吃进去了。我要领受的是这个，而不是只是一个仪式。那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很多时候会变成，那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从这里又可以引申的。为什么叫做不能偏废？有很多人说，我很有信心啊。我对上帝很有信心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人家讲什么我都用上帝的话去回答他，
回应他或是用这个叫做这个叫万灵丹的这个药方每次遇到什么问题读经祷告就好了类似像这种空泛的信心。所以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用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信心指给我看，可是我用看得到的行为指给你看我的信心在哪里。所以雅各很平衡是什么？他说信心也要有行为，你的行为见证你的信心。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仪式？因为你的仪式是透过你的仪式来展现你的信心。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圣经很多献祭的仪式，而是献祭的仪式做久了之后，当人偏离了，以为说我只要献这些，上帝就会喜欢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很讨厌的人，叫做先知。先知就会跑出来告诉他说：“不是这样，上帝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先知提醒这个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不屑了因为有人会认为说，我献的越多，上帝就会越喜欢。所以为什么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天主教走到最后也变成类似像这样的状态，就变成以献的越多来代表我越敬虔，可是没有去反省跟认识自己的罪，需要反省跟悔改。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电影有一部电影叫《教父》，知道吗？黑手党那个教父有没有？有没有进去看过那个他去天主堂做礼拜，敬虔然后还领圣餐，对不对？然后可是一出礼拜堂之后，就是拿枪起来去杀人。你就可以发现一个事情是，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他只是让他自己罪恶感消除一下。所以为什么圣道很重要？是圣道直指人的生命，但是圣礼仪式在表达你的表现是什么？透过你的表现去看到你的信仰、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引，就是从那个地方可以引出这些东西。仪式跟圣道其实是平衡的，要平衡的走，要平衡的走。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入旧约的第一卷书喽这个中间的这些我们刚刚都读过了律法书、历史书，还有诗歌智慧书、先知书，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圣经里面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好，再复习一下。律法书总共有5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5卷书都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又叫它摩西5经。好，然后创世纪是这5经里面的第一卷书，它的原文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创世纪不太一样它的原文是这样。也不要这样标了Rashid 是什么？在 Rashid 是叫做起初头的意思，所以一般我们讲头就是 Rashid，
Rashid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 Rashid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这本书的原来的书名叫在起初。是，他那个希腊文要从这边写过来。希伯来文从右边写左边。就是创世纪这样。不是，这个，就是它的写法顺序跟中文比较类似，是从左写到右边。希腊文比较像是英文的写法，就是从右到左边。所以你看那个刚刚那个旧约的那个，它的编排都是从这边念过去。这个发 b 的音。它其实有一个Rashid 就是头的意思，所以 Rashid 就是在起初起头的时候所以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起初跟我们现在讲叫做创世纪比较不太一样。英文叫 Genesis， 这个叫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是希腊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用这个名词叫做 Genesis， 就是创世纪的名字的这个来源。但是最早的名字叫做 Bereshit， 就是开始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叫做什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没有？所以意思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但是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上帝是一切的开始，可以了解意思吗？神是一切的开始。好，所以这个词帮我们定义了上帝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上帝是创造的主，他不是被造的。那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一般我们说很多的神明，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希腊，有很多的神明，他是被造出来的神。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神明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是去拜神明，我们要拜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包括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约拿在这个要逃避上帝的呼召，要去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搭船要往西班牙去，结果在路上的时候遇到大风浪，大家都很害怕，然后每个人都说你要去求自己的神明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人睡在那个船舱里面，这个人叫做约拿，然后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都在怕船要淹没的时候，就问这个约拿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人？”约拿就说：“我是这个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我拜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OK， 大家就有解了，因为很多人都拜什么海神、风神，或者是什么石头，或者是什么树，但是只有这个他拜的神不一样，那一定就是你了，就是你带来的，所以他们就把约拿做什么？丢到海里面去，以解神怨，听得懂意思吗？让这个神明不会生气。所以以前的人常常会这样他们会认为说都是你造成的，所以就把你丢下去这样以解神怨，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像各位知道，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城镇叫做东港，知道吗？东港他们常常会3年有一次的王船祭。其实它跟这个有点关系他们会认为什么？就是这里发生瘟疫，
或是这里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定是有一些神明他没有得到很好的享宴，或者是他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会作祟，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王船推出去，然后意思就是除了说让神明满意以外，就是希望把那个叫做瘟疫给带走啊。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其实那个东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神明拜的那个是瘟疫瘟神啊。他为什么要拜瘟神？因为他们怕说，因为是这个瘟神作祟，所以他们就要拜那个神，让这个神可以赶快远离我们。啊，那久而久之之后变成是要跟这个神明讨一些祝福啊，所以各位就会知道说，以前早期的人其实为什么有神明的概念，有神的概念，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会降罚，上帝会祝福啊，所以做一些事情让上帝可以高兴，他就降福；做一些事情让上帝不高兴，他就会降罚。但是现代的人因为自诩自己是文明社会的人，所以对这个东西已经不太害怕了。所以包括像各位现在农历7月，有很多人也不害怕。啊，但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东西叫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懂得害怕的时候才是对的，懂得害怕才会知道哦，原来不是我不是最厉害，还有比我更高的。我们说那个叫上帝啊。所以能够懂得我不是最厉害的，有一个比我更大的，那个就是上帝啊。所以看犹太人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戴一个小帽子，瓜皮帽戴在头上。他们的用意是做什么？他说我的头上还有东西啊，意思就是我不是最大，我还有头上还有东西啊，有点像我们台湾人讲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古代的人对神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很知道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可是我们，反而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我们说我们拜真神，可是我们拜的那个态度跟那个就是行为，比不上那些民间信仰的人哦，比不上民间信仰的人啊。以前很多人要去庙里求签的时候，3天前就要叫做斋戒沐浴，每天要吃素，然后你要每天要洗干净啊，然后要很诚心诚意的才可以去庙里面抽一支签，然后看那个签是讲什么。现在人不是啊，现在是神明要为我所用，我喜欢的签才丢着，不喜欢的签就丢了。我刚自己爱一笔签就好了啊，所以。其实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啊，这个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创世纪叫做在起初的时候，好，所以在起初，请大家看一下，有一位创造的上帝，好，这位上帝他是创造一切所有，所以一切的开始就是由这个上帝开始的。好，创世纪分成2个大的部分，好，请大家看一下，先往后面一页看，20页。创世纪分成2个大部分，一个叫做创世的故事。好，你看他这里书写得很好，他把你已经解释了，做2个部分。第一个大部分，第1章到第11章，这个叫做创世的故事，就从这个世界创造，然后到巴别塔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段落啊。好，第2个部分是从第12章到第50章，这里面讲的叫做族长时期，族长。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开始从家族变成民族的一个过程啊，所以11章以前是在讲创世的故事，11章以后讲的就是民族的家族民族的故事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做一个大的区分，就是这个样式啊。所以2个大部分，一个叫做创世，然后第2个部分叫做族长时期。上帝让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他的贡献，包括他的文字，
都有一些的贡献。其实我们都可以从文字里面去看到一些的上帝留下来给我们人的一个东西。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献祭，各位知道，在中文里面“献祭”这个字，祭，它其实可以拆成3个部分哦。这个跟下面这个。好，它祭有什么样的功能？通常我们说神呢，就是这个。以前的神是这个字是这样的，这个是在上面的意思，在天上有这个一画的意思，其实不是一，它是10的意思。10在当时代表的是最完美的意思，所以3个10表示有3个最完美的。各位知道圣经里面讲3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3位为什么一定都是3？因为还有它的原因在，有3个很完美的。当然这个是后来的演变字，最早的是这样。天上有一个完美的，那个完美的就是上帝。好。然后这个边边的这个像月的这个东西就是肉，好，右边这个就是手，所以各位知道献祭是什么？献祭就是把肉拿到上帝的面前，这叫献祭。各位知道以前要杀牛杀羊不容易，那个是最好的东西，有钱的人才可以吃的，所以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就是献祭。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我把什么给上帝？我们常常是把次好的给上帝，可是古代人是怎么把最好的肉给上帝？然后引申现在影响是什么？各位知道，像民间信仰在拜拜的时候都会给3牲，有没有？给鸡、给猪、给鱼，对不对？天上的、地上的，在海里面有的最好的，都放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就问：人家古代人都知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啊，我们把什么献给上帝？哪里帮助啊？好，下课休息10分钟，8点5分的时候再来上课啊。